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6章。第11年某一个月的初一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因为太尼人往耶路撒冷讲，哈哈，迄个甲万国做无益的城已经毁坏啦，生理拢变做阮的啦，伊要衰微，阮要繁荣。所以，我主权的上主安尼讲：太尼，我要甲你作对，我要调集列国，互因亲像海涌跃起来攻打你。因要毁坏你的城墙，拆毁你的城楼。我嘛要甲所有的土拢白清去，剩光骨的石盘。海中的太尼要变做曝希望的所在。我主权的上主安尼宣告：伊要成做列国的拿物。伊周围城镇的居民要互刀剑刣死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主权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调列国之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带领战马、战车、马兵，对北方来攻打太尼。你周围城镇的居民嘛拢要受糟灭，对着要造土堆、起悬台、举盾牌攻打你。因要用弄城的锤攻破你的城墙，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。伊大阵战马架起来的土粉，要甲你惹砍。伊的马兵甲战车发出的声，互你的城墙震动。伊要入你的城门，亲像人对破起的城墙入去。伊的马兵要吞踏你的大街小巷，用刀剑刣死你的人民。你的神庙坚固的大柱要倒伫涂骹。对着要抢你的财宝，夺你的货物，车倒你的城墙，拆毁你水的厝体，甲石头、柴、土拢撒落海。我要互你袂当阁唱歌，人袂当阁听见你弹琴的声。我要互你变做光骨的石盘，做曝希望的所在。你无可能阁重建。我主权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主权的上主阁对太尼讲：你的人民受屠杀、受伤、害惨的时，沿海的居民减袂因为听见你倒坏的消息，惊甲皮皮喘。沿海国家的君王拢要离开因的座位，甲王袍甲绣花的衫脱起来，坐伫涂骹，一直惊吓摇摇喘。你的结局，互因拢硬去。因要为你唱哀歌啊！你这个出名的城，现在竟然灭亡啦！你要称霸海上，你甲你的人民，要互所有住伫沿海的人惊吓。你受毁灭迄日，海岛要摇摇喘，住伫遐的人，拢要因为你的消灭惊吓。主权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互你风化，亲像无人徛起的城。我要用深渊的水撼过你，用大水淹没你。我要互你甲落深坑的人做伙落去古早死去的人遐。我要互你甲落深坑的人住伫地深、古早就荒废的所在，你袂当搁伫人间典位。我要
互你拄着恐怖的结局，你无搁存在，人要找你，永远找袂着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